好啊，咱嘛有需要去人讲吼，咱会晓两种语言有啥物好处吼？啊，这内底吼，我前阵仔有看一个叫Stephen Krasson 吼，这个教授吼，伊是语言教学的专家啦吼。但是伊咧演讲的时阵，伊伫校外伊咧演讲哦，伊讲，阮兜吼有这个着迄个失智症的这个问题啦吼，所以伊真要伊，啊，拢去找这相关的文献来读，啊，尾来伊结着三个方法讲会当延迟咱的这脑力退化的这个三个做法。第一个，伊讲吼，爱培养看册的兴趣吼，爱会当提升你的记忆力，保持咱大脑的灵活吼。第二个，就使用双语啦，学其他的语言，也是保存咱的母语吼。啊，这会当加强咱一屏控制的功能吼，避免这个戆神安尼吼。对咱台湾人来讲，伊要变做双语者，同简单的就是会晓咱的母语。我较早有讲过，咱台湾人平均会晓1.75种语言。当咱的囡仔无学咱的母语的时阵，伊敢若学着华语，你想伊后摆英语敢会好甲会当变做伊第二种语言？无可能，伊就是敢变做华语的单语者。吼，啊，第三点真简单啦吼，咱就啉咖啡啦，吼，当然啉茶嘛有效啦，吼，啊，这有医学的证明啦，吼。等下我看。我甲伊看吼，当小可讲一下，有好处无？有真大的好处哦。因为你会晓母语，就介绍你去甲你的语言，你的头壳做一个多语言的保险共款。哦，我最近听讲哦，你若加晓华语吼，你未来失智的风险吼会加足悬的。哦，最近的研究讲吼，欧洲27个国家，超过8万外人吼。啊，伊个大型研究讲吼，单语者较容易出现加速老化的即个问题，双语者、多语者，伊有即款问题，敢一半尔。所以研究者认为讲，你多语的能力会当增加你的认知的即个功能吼，加强神经的连接，互咱的大脑较法度抵抗老化甲失智。吼，好啊，简单来讲吼。咱咧追求的是一款双语的能力啦，吼，是一个增加式的双语的能力。咱过去各大的语言教育、官方的教育、官方的政策，主要也是一个单语的政策。所以咱若要互咱的母语会当保存来，有两个重要的所在，一个就是家庭，一个就是学校，吼，安尼我都。抵抗伊强势语言的压力，吼，啊，所以就会当变做一个添加式的，吼，就是增加式的即个双语的现象，吼，啊，这内底你会当看到讲，互父母来选啦，吼，要爱减少式的还是增加式的？你想大家拢会讲应该爱增加式的，吼，但是一个问题呢？伊心肝内咧想的双语是对双语，对两种双语。官方台湾咧讲2030年的双语是对两种双语。我想吼，袂少人心肝内想的是中国话甲英语啦，吼，啊，官方伊的。